你有冇間唔中聽到人講膽固醇？真係唔出奇。衛生署話，香港成年人口患上高膽固醇有超過50%，好多人擔心中風心臟病。膽固醇影響健康，其實唔係你咁想。你真係認識嗎？醫院管理局有免費單張介紹，大家有冇睇過？好多人都睇過，都不以為意。單張裡面其實有些好緊要嘅隱藏資訊，非一般見識。單張開始講出膽固醇由肝臟製造或從食物中攝取，由人體自行調節。肝臟係製造工廠，材料係食物營養。冇食物營養，無脂無線即無材料。肝臟係做唔成膽固醇，食物始終係膽固醇來源。調節本身就係按身體需要而製造，咁樣身體係咩嘢情況下需要？單張講，膽固醇係細胞膜、荷爾蒙和膽汁嘅基本元素。咩嘢是細胞膜？我話你知，我哋全身器官都由細胞組成，包括心臟同腦，而腦神經、血球都係細胞。細胞膜是細胞嘅外層，除咗維持細胞形狀，亦控制新陳代謝物進出，發揮各種功能。你話細胞膜損壞，身體會點？膽固醇又係組成各種荷爾蒙，包括維生素 D， 作用有調節生殖發育、應付壓力和發炎、血液鹽分平衡及鈣磷吸收，能影響新陳代謝、免疫能力和骨骼健康。唔夠荷爾蒙或荷爾蒙失調，又會點？膽汁由肝臟製造，係膽囊儲存。我哋食咗肥膩食物，膽汁分泌出來消化脂肪。大家成日講好同壞膽固醇，其實係講緊脂蛋白球。膽固醇藏係脂蛋白球內，低密度脂蛋白，顧名思義，又大又鬆動，由肝送到身體有需要如損壞組織。至於高密度脂蛋白，又細又緊密，由身體送回肝臟。好似我哋返工做嘢，做完收工返屋企，低密度脂蛋白似反映壞事，所以係壞。高密度脂蛋白反映維修完結，當然係好。壞事多，身體唔好，唔單係血管問題，要細心睇臨床表現，揾出問題喺邊度。降膽固醇藥就是針對呢啲壞分子。由於時間有限，我會於下集再講降膽固醇藥物，希望大家明白更多。多謝大家。